我哋呢家呢 family 在古塔後橋，我太嘅就在總結來，我公三兄弟，我爸爸都在古塔出世，我哋冚唪唥也係在古塔，我 niece 我 nephew 就冚唪唥都係在古塔。我爸爸離岸人係古塔鐵12年，好多人都知道佢做古塔水壩，佢先是古塔喺水係鹹嘅，所以佢在12會要提建做我哋水壩。天樣佢就提建咗古塔到西瓜地鋪白馬油路。我老太20歲，因為我爸爸影響，有隻心愛服務古塔人。佢在讀書在英國做內，佢也要幫我哋老師學教，要幫教會社團咧就做服務嘅工作。佢好多人有潛機，佢也好願意去幫佢哋留我爸爸哋。我爸爸要係樣人啊，且佢有機會出來獻身，可以服務古塔人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佢20歲。